昨是旧历7月初7，也就是青牛妈生。伫新竹德仁市，就伫即天，甲学生囡仔来做16岁，代表因遮的囡仔呢，已经正式来当大人，未来就要为家己所做的代志来负责。依照古礼向青牛妈拜拜了后，再搁弄过青牛妈脚骹，由士大帮忙烫卷以及啉成年酒，才算完成做16个仪式。来参加活动的学生囡仔，参家长表示，对因来讲真有意义。就希望参加完这次活动之后，然后可以长大1岁吧，然后变得更成熟，然后不需要爸爸妈妈担心。神明有保佑之后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比较顺利的去完成之后的学业。16岁之后，然后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，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而且有意义的事情。李芳表示，扔脚卡的时阵有一个规定，就是一定爱看头前，袂当看后壁，代表人爱向前行的意思。另外，烫卷也有其中的意义在内底。烫卷吼，就是代表吼，互咱的囡仔知影吼，伊已经大汉咯吼，爱为家己的行为吼来负责任。搁来就是软脚卡吼，软脚卡就是吼，互因知影讲爱感恩吼。对于感谢青牛妈为咱出世，甲咱16岁吼来照顾吼，搁来就是成年酒吼，成年酒就是啉了后，就代表吼咱做16岁已经完成了吼，完成后就爱知影讲咱家己的责任吼，已经是当大人咯。新竹德仁市是目前北台湾唯一有做16仪式的庙宇，今年拢做起上千人来参加，透过活动，除了互囡仔知影。家己已经大汉，爱为家己做的代志负责以外，也希望把做16个传统文化继续传承落去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